國語的朋友呢？都有人係咪㗎？哦，那這一段我可以講廣東話哦 ，OK。嗱，每一次嚟澳門咧，我都食好多呢度嘅美食㗎喎。咁啊，今次嚟澳門有咩當地嘅美食啊，可以介紹俾我咧？新嗰啲咧，未食過嗰啲咧。你們來澳門有吃這裡的美食吧，對不對？有沒有吃特別的？要介紹給我吃的。啊？雞蛋仔，葡撻雞蛋仔，係啊，呢個好食啊！但係仲有冇啲新啲啊？我冇嚟幾個月，我唔知有冇新嘢啊嘛。喺嗰度咁樣嘅。乜嘢啊？大聲啲喂！啊？聽唔到喎。老婆餅係咩？而家興食呢啲咩？澳門老婆餅啊？喂，你哋有冇食過呢個卜卜蜆啊？唉，講起呢個卜卜蜆，我啊真係好慘啊！因為我未食過啊，每一次嚟澳門都冇機會食。咁琴晚咧，竟然咧俾人遺棄咗啦！佢哋自己走咗去食卜卜蜆，即係明知我開 show 之前係唔可以打邊爐噶嘛，咁樣會即係熱氣噶嘛，唱唔到歌噶嘛。咁佢哋就去咗食卜卜蜆啊！你們有吃過嗎？卜卜蛤蜊。卜卜蛤蜊啊，很好玩的，是火鍋來的，你們等一下可以去吃。係啦，哦，仲要放片嚟刺激我，係咁㗎，卜卜卜卜卜咁樣啊！佢呢個冬瓜係做咩嘅咧？是粥來的。對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吃啊，現在還不敢吃。OK， 唱完歌可以去吃，你們陪我去吃好不好？請我食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一路卜卜卜卜卜，總之唔好食到我腳卜卜就得啦，餐啲好卜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接下來做什麼？